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有一个真有名的爬山的好手，叫做张元石。昨早起到法国的阿尔卑斯山爬白朗峰，意外位250米悬的所在栽落去，互发现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。张元石伫爬山界真活跳，读高中就开始爬山，佮创下着真侪纪录。即摆发生着遗憾，伊的马将真唔甘。好吧，刚刚忘记录影了。 目睭看过一片被削削的景地，洪清楚爬青场出名的登山好手张元石，遭苹果谷挑战爬山，嘛定定分享这的爬山生活。是讲法国的媒体所传出歹消息，昨早7点半，台湾登山队的成员张元石，伫法国阿尔卑斯山的白龙峰250公尺所在，意外摔落山骹。 现场一个33岁登山客表示有听到有人落落的声音，也毋过无看人。当地宪兵队讲，因为这个地段无技术难度，所以无白丝啊。然后你开始突然之间好像就脑袋就开机了，然后你会突然间意识到说，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？对，然后那种当下的那种感受，其实是touch到我内心。我从节目分享印象上深的爬山经验。 高中就开始爬山，佮创下真济纪录。25岁就登上人生第一座8000公尺的部落德峰，至今所传出悲剧，真济马将拢真唔甘留言怀念。也有网友抛出张元石最后的形影，讲到台湾的登山队准备要挑战白龙峰。山对我的意义本身是还蛮重要，可是我到现在其实不见得讲得清楚这个问题。对我来说，就是我这辈子想做的事情啊，应该这样子。张元石伫登山界真出名，去年因为这个曾经天用13点钟无上诉被马纳斯落峰，伊就找真济登山好手提出一系列20页报告。来，现在呢，我们在可爱的合欢山爬山爬21冬，至今传出不幸的消息，予伊38岁少年性命就停伫上爱的山岭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